新闻一开始，先看美国川普1月20日的就职典礼，总统赖清德指派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参加。今日赖总统是大心接见，交代3项任务。因针对目前立法院的冲突，赖总统嘛强调，今麦上重要就是团结。期待韩国瑜会当用智慧来化解，团结台湾。应该送我一顶假发的，很冷。看到赖总统送的保温罐甲有小包，立法院长韩国瑜一个开喙，大概是笑假。下党派庆贺团会伫18出发去美国，参加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。今麦国会纷纷扰扰，外界讲即个见面是调野林和解加比。赖总统嘛特别强调讲，不分党派对外应该团结。在福尔摩沙，没有什么仇恨放不下，也没有什么不快过不去。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团结，因此我非常期待台湾能够团结，团结真有力。赖总统嘛交代庆贺团3项任务，传达台湾人民的祝福，也有对民主坚定的承诺，嘛希望会当建立台美关系新的路站比。不过韩国瑜伫致辞的时阵，并无讲到调野，是讲台湾的安全。这一次可以说立法院4龙4凤，精英全出，就是传达一个心声。我们整个台湾的安全就像一张桌子的4只脚，第一只脚保护中华民国，第二只脚保护自由民主，第3只脚维护美台关系，第4只脚维护两岸和平。整个气氛其实都非常的好，我们也认为赖总统有机会应该多跟在野党，无论是喝咖啡也好，用不同的形式，大家多沟通。那个气氛是温暖而愉快，在国会有共识的部分能够通过啊，那有歧义的部分怎么化解？大家交换了一些意见。来参加的内地立委讲，闭门会谈气氛袂歹。嘛有讲到有关总预算提案，拢总3296案协商的进度。那也立委当面甲赖总统表达，希望调野会当增加互动，而且好好来沟通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